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由北医信生校友合唱团还有北医在校生的合唱团都主办的这个福日行健音乐会，也非常感谢中山医大校友合唱团来参与。那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在校的，或是不在校已经是社会人士，要能够出国巡演，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很多人一起组成才有办法组建这个聚会。那今天的最后一首呢，我们要用我们校友陈维斌学长，他是金曲奖得主，他写的这首《祝福》，那就由我们在校生还有毕业生一起把我们的祝福送给在场所有的观众。这首歌里面会祝大家有钱哦，非常重要，请大家都要收到，谢谢。